今仔日透早，台中有一位30岁的妈妈，那就是因为情绪无稳定，甲3岁、甲7岁后生饲药啊，两个囡仔全失去意识，送病院了也是救无转来。警方已经甲这位妈妈带回去做笔录，要厘清伊的动机。敢是去翕到查某人将昏去的囡仔送上救护车，也毋过也是无法度挽回遗憾的代志发生。警消协报了后，也赶去事发现场。我来这边，我来这边，过去，走，对，上去了。警消将妇人人刷到坦克顶，随即救护送医。台中市这名30岁姓陈妇人人有2个细汉的后生，分别只有7岁甲3岁。30日透早亲像互因吞不明的药物，造成2个囡仔伫厝内失去生命现象。虽然朋友赶去现场报警，也毋过也是无法度挽回这2个囡仔的生命。一个小朋友在那摕哦，不省人事啊！了就送救护车来，了佫冲起哩，佫第3个大人嘛是安尼，不行啊！小孩子伊个囡仔的迄个脏器的迄个成熟度无高，所以食这款特殊的药物会造成死亡机会很大。警方初步了解，姓陈的妇人人目前甲男朋友住伫西区一栋社区大楼。伊7岁甲3岁后生分别是甲前翁现任的男朋友所生。案发之前有向亲戚朋友表示情绪低，会等待进一步制作笔录了后了解动机。市长罗秀燕表示，会请社工进一步了解背景。检调也在侦办当中。那同时呢，未经指示我们的社会局呢，要介入协助家属。我开口之后，我要面对什么？我开口之后，我小孩会被带走吗？我开口之后，大家会说我很糟吗？我能不能开口？所以有一些人选择非正式的支持管道嘛。我的朋友好像比较不会对我有一些评价。监管基金会表示，不少个案往往因为家庭关系无稳，甲各种压力叠加，造成心理健康也出现风险。虽然政府有相关机制甲社区联防会当协助，也毋过往往因为个案毋知安怎求助，延误时机。除了呼吁个案积极求助，当地里长甲亲戚朋友若发现个样，也爱赶紧通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